继续来看南投德山设立着照门站，串联在地16间热心的店家，提供着友善的接待甲推荐在地美食。德山电工所伫咧今年3月设照门站服务，透过和在地店家合作，互店家变做上了解当地特色的游客中心。推广迄落做咱德山的观光地点，所以讲哦，我捌的我拢会讲讲。 甲游客来讲，恁大家爱去。目前参与照门站的店家拢总有16间，每一间店拢有无同款的特色。为拍铁店到文创商品店拢有参加。业者嘛讲，若做生意，嘛要互德山有更加多元发展。如果是有接温站这个功能的话，基本上都可以知道哪个地方他们要去吃饭啊，要去玩啊，或是逛逛都可以这样子。各行各业拢热心参与照门站。 那展现在地特色，嘛，互德山小店变更有人情味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